非常觀眾在度轉到咧討論嘅現場，今比大家來關注嘅主題係北美持續貿易期嘅未來到底會如何發展咯？而家美國同墨西哥已經打了新嘅協議，但是同加拿大呢，呢下呢還寂寞停手。今比搶到嘅教授呢係文化太好，近期是那個教授陳奕迅教授。教授你好，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好。教授，第一個問題，我想問一下，說這個 NAFTA 是那個克林頓甚至很推崇的一個政策之一了哈。那美國長久以來都好像這個美加墨三國都是相安無事。那這個他們這個整個區域的貿易額一年大概有1兆多美元。那這樣的話，但是這樣的一個政策卻被川普嫌棄。那也強調說，其實這兩個鄰國一直在佔美國便宜。那川普為什麼這麼討厭這個 NAFTA？川普因為自己是商界出身，他跟很多企業的團體、工人都有來往。事實上呢 ，NAFTA 1994年生效實施以來呢，可以說是對美國的勞工呢影響很大，而且是負面影響。我曾經在外交部那個參會上就認識一些他們外國的勞工團體代表來。他們有一個人還送我一個這個賭場裡面的一個籌碼，1塊錢的來做紀念。為什麼呢？這就是他們說，他們告訴我們，他們是 AFL-CIO 的工會的成員。他們說，美國的工人在 NAFTA 實施以後呢，很多勞工失業了，因為被他們加拿大和墨西哥搶走了。另外還有呢，薪水降低了。所以他們覺得就跟兩黨人反映。那麼希拉瑞本來是支持他老公嘛，他是 Clinton 他力推的當然支持。後來發現反對聲浪很大，那麼都後來也站在這個反對的浪頭上面呢，抵制這個 NAFTA。川普呢，當然這個他不能夠說廢就廢，他說像那個 TPP 跨太平洋夥伴協議，川普一上來第一個行政命令把它廢了。就退出了，因為還沒有成型。但是呢 ，NAFTA 是國會參眾兩院國會議員通過的，所以不可能說廢就廢，所以只能重新談判，叫做 renegotiation。他們這個再談判。那麼川普現在就個別擊破什麼方式呢？把墨西哥擊破了，但是有很多人認為呢，這個雖然這個有一點比較改善，對美國有點幫助，還是沒辦法幫助美國擺脫 GDP 的這個下滑，而且這個尤其是 NAFTA 呢，跟墨西哥簽的時候並沒有那麼好，並沒有想象那麼好。那加拿大更麻煩，加拿大呢，這個杜魯道總理說也要跟美國來重新談判這個，但是呢，加拿大也面臨一個政治危機，就是今年10月呢，魁北克我們大家知道魁北克要脫加當時要脫離加拿大獨立，那麼魁北克的這個獨立運動呢，現在還在如火如荼。雖然在上一次的公投上，有10年之後才可以再來一次公投，但他現在他也在趁這次風潮呢，來把這個想要。假如杜魯道違反了本土利益的話，那麼那個自由黨呢可能會在這個魁北克的這個選舉中失敗。那麼選舉中失敗呢，那就影響到明年杜魯道自己的那個大選了。雖然當然政治上有不可讓的理由，另外經濟上不可讓的理由呢，就是一個奶製品和乳製品的牛奶等等。牛奶呢，加拿大一直保護自己的乳酪業，那麼不准別的國家這個。過度的這個進口超過這個一定的額度呢，就徵收200%的關稅，所以別的國家打不進去。所以加拿大的那個乳製品呢、奶製品的有這個限制呢，就是一向呢這個所向披靡，沒有國家的奶製品，比如說像美國的紐約州的Wisconsin 州的牛奶，假如這個限制一取消，他們就登陸加拿大來。大舉入侵就可以取代這個很多加拿大自己的本土奶製品，所以現在呢有這個本土利益呢，所以杜魯道也不能讓，一讓的話影響到出這個10月份的這個魁北克的這個選舉，同時也會影響到明年的選舉。還有一個呢，假設真的失敗的話呢，兩敗俱傷。美國加拿大的這個汽車業這個沒有談判好的話，那麼兩邊的汽車都漲價，漲價就會帶動全球的漲價。那全球漲價呢，最後兩敗俱傷，會導致美國有人估計最多可能有20萬人會因此而失業，因為你
汽车卖不出去，就要 lay off。美国就是随时老板就会来这一招 lay off， 就停，等于是停职了，不让他们再工作，那就失业了。那对于川普也会有影响。马上期中选，你讲说这个美加谈判破裂，所以他们现在无法这个谈判破裂，承受谈判破裂失败的这种他们承受不了，可以说不可承受之重。所以说，现在对于美国来讲，就是现在墨西哥已经搞定了，那它其实重点是在于加拿大这一块。而且加拿大搞定了有什么好处呢？假如说川普能够不要那么强势，而把加拿大这个事情搞定了、摆平的话，那他可以趁胜之余威啊，对欧盟、对中国都可以在谈判上采取更高的姿态。因为是加拿大、墨西哥都让步了，你们这个欧盟也要让，欧盟一让，那么中国也多少要让一点。是，老师，那我们看到现在就是川普已经跟这个墨西哥已经打好协议了。其实他们有很重要的里面一部分就是他们的75%的这个商品零关税，还有他们的一些汽车工人的生产条件哦。那看起来说好像有创造美国本身就业机会，那这样子对美国或墨西哥来讲都是真的有益吗？因为墨西哥也非让不可，因为墨西哥说不定中间还有一个条件，是不是那个？建立高墙是川普的一个既定的政策，是不是把这个建立的这个墙呢少一点？是。其实我有墨西哥的学生，他们告诉我，他们不怕那个高墙。是。美国再建了怎么高的高墙，我们照样会钻地洞过来。是。所以说这里面很有意思哎，所以说美国后来也发现这个成本也很高，建高墙。所以他们在经济上建高墙。而且美国加州跟墨西哥之间呢，有一种生态上的这个需要。就是每到这个 harvest season 就农忙的时候了，美国呢移民局也不太管了，就让那些墨西哥人这个渡河过来，有些是渡河里还流行一个这个名词叫做 wetback， 因为他们是仰泳，像背上湿的，到了岸上呢，就前面看不到湿的。所以警察不会马上把他们抓起来，全身湿的话，那就马上抓起来。所以他们因为这个特殊的环境呢，所以有渡河过来的都是 wetback。啊，警察通常事实上也就睁眼闭眼，因为农忙嘛。对。加州的地方需要大量的这个农工啊，去帮他们收货。那么这个时候呢，假设收货一完成，美国的移民局就开始 raid 就是本来是空中轰炸，但这是扫荡，就是扫荡的意思，把他们又赶回去，但是还是有少部分留下来，所以美国的老墨也不少了，哎。是，所以说，老师你说这个。对双方的利益来讲，其实某方面是有一点，美国多少还是有利，虽然不可能完全达到预期的目标。美国的这个就是45左右的这个汽车呢，要有这个时薪16美元的那个来计算，那么对美国工人来讲是个好事。那么另外呢，还有40-50%的这个汽车呢，一定要在美国生产等等，这些对看起来对。墨西哥呢，比较受伤，但是墨西哥呢，近年来因为它没有像以前那样依赖美国的经济，所以说比较好一点。但是而且让美国也满足了 American First， 就是我不管跟谁签了约，我都要重新谈判，让我美国得到最大利益。所以多少来讲呢，总统这个 always gets his way， 就是他永远是多拿一点东西的，永远能够占上风的。所以对这个墨西哥来讲，这个16美元一个时薪来讲，对他们的工人来讲，不会算是太高的价钱吗？其实很好了，对墨西哥来讲，对他们的企业主来讲，负担会很大，负担会重。当然，这就是双方要妥协的地方。有些墨西哥处于弱势，基本上美国还是强势的。是，老师，那另外就是说，这个你刚刚有提到说，其实这次加拿大，其实对美国来讲，反而才是更严重、更大的。但是川普又说。那这个新的 NAFTA 对没有加拿大也没关系。那其实它是虚张声势吗？bluffing， 所以 bluffing 就是虚张声势。那么为什么说它虚张声势呢？因为这个条约呢是1994年由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就是这个要任何改名或者要废弃其中一个国家，不要加拿大也可以，这种话是做不到的，国会不同意是不可能的。你就算你签了美墨，也要国会同意。美墨的一个自贸协定也要经过同意。那么所以说 NAFTA 本来就是
本来重新谈判是3个一起谈，但是川普很厉害，一个逐个击破。他等于是实行他的双边主义嘛，双边的自由贸易谈判。因为对美国来讲，双边主义是最有利的嘛。你多边就会受到就是3个国家也要受到3个国家的限制，比较吃亏，美国比较吃亏。所以不管是他川普来看呢，最好欧盟的瓦解，他来各个单边，哎，他就不用一个一个去击破，对，他就好逐个击破，哎。所以，老师，我们也看到说，其实川普似乎也都说啊，强调终结这个 NAFTA 对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当然，这中间看起来是有点矛盾。老师应该也讲到说，有很多因素让他们没有办法说就直接把加拿大放弃掉了。对。但这样，川普这次态度的这么强硬吼，表现这个强硬高姿态，谈判技巧是不是有点在玩火啊？有点像在玩火自焚啊？还不至于的玩火，因为失败了、破裂了，就叫玩火自焚了。但是即使失败，还有重新谈判。照理说，这个跟加拿大的谈判应该在上周五，也就是31号的时候就是期限了。对，哎，但现在呢，显然是又经过有一种特别的那个谈判机制的，这个等于是可以往后延推顺延。那么照理说是第一关已经过了，时效已经过了。那么现在是第二轮的谈判，就是超过5号开始嘛，今天是7号了，那么5号开始的话，那么照理说是已经延期了，但是大概有这种诉讼管道可以让它延期，哎。否则的话，根本就早就破局了。对，老师，我们还看到说，就是其实 NAFTA 里面有个第19条的条款，其实是争端解决机制来讲，是不是也是美国对于这个加拿大这一块，尤其是加拿大好像常常用这条机制去挡这个，挡着美国的压力，在美国的压力。因为这个本来就是这个争端解决机制呢，当然是给那种弱国用的。加拿大和墨西哥相对来讲比较弱，所以美国比较强势，所以说这个争端的解决机制当然是对加拿大和墨西哥有利。墨西哥连这个机制都没用啊，就已经让步了。那么加拿大呢，它是想用这个机制援引这个机制来逼美国做某种程度妥协，因为加拿大也晓得，杜鲁道也晓得非常清楚，美国总是要占上风的。你不让美国占上风，那川普如何实现他的 American First 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的那种承诺呢？所以让他占点上风但也不要过度伤害加拿大的利益，杜鲁道就会接受。所以有点像加拿大，其实也是要希望能够做面子给美国咯，给川普咯。也是，因为他也不能容许他破裂也麻烦，但是过度让步伤害到本土利益也不好，尤其奶制品这些也很问题。那么假如说是谈判破局的话，双方汽车那个价钱都会涨价，那造成全世界汽车涨价，对两边都不利。好，谢谢老师。也是今比上半场来讨论哦，下半场呢继续关注嘅议题是中非论坛，也对未来呢台湾嘅影响，甚至係咪地位由美國同中國同東方哦來由嚟嘅國力嘅部分，所以先看一下，能過來關注。各位觀眾，再個轉到節目嘅現場，下半場呢繼續來關注嘅係中非論壇同後續帶來可能嘅影響，恐快咪係前期性教授為人來做分析。教授，接下來下半場我要跟你請教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這個，相較於美國的錙銖必較，好像對自己的貿易夥伴都非常的慷慨。不慷慨啦，美國是不慷慨，不慷慨。對，中國大陸相對太平洋另外一邊來講的話，中國看起來很大度哦。他說，這個剛結束的中非論壇上面，這個中國不但提供了600億美金的這樣的一個金援哦，另外就是說還免去部分國家的債務。像這來看的話，甚至他們也強調說不會去介入干涉當地怎麼發展呢？有點呼應，好像是60幾年前那個周恩來的5個原則。那這中國大陸撒大錢哈，尤其對非洲這20幾年來將近上千億美金的這樣的援助，他這樣撒錢呢，到底是給非洲餡餅，還是給他們陷阱？我覺得這個當50年代、60年代的那個周恩來的5原則呢，當然就是不干涉內政，最主要的就是，因為美國呢，援外的一個政策背後呢，它目的在干涉人家內政，期待人家從
威权国家转变成民主国家，他要的不自由的国家，对，而且呢美式民主当然也造成很多纷扰，也不见得是很受很多国家欢迎。但是呢，他当年50年代中共可以做到，因为中共也没多少钱，也很穷。祖国不是一穷二白吗？他们说中国的祖国一穷二白，那所以说能够援助的有限，当然就不干涉内政。那时候反而台湾相对比较有钱，台湾那个在经营非洲花了很多钱。后来因为60年代以后呢，开始很多非洲国家纷纷可以说从我们角度来讲，纷纷变节，投向中共怀抱。所以到了1971年以后呢，那个时候已经不可为了。所以很多人说，当时的蒋中正总统呢，怎么还在维持汉贼不两立呢？其实是我们后来退出，因为很多人不晓得后果多严重。我们已经花了几十年的经营，结果还是保不住。保不住呢，美国中间用重大问题来帮我们解决问题，就是重大问题要1/2才能通过，又撑了不少年。等到1/2都守不住的时候呢，那就是我们要准备出来的时候。我们有2种，一种是 walk out。一种就是在里面被赶出来，阿尔巴尼亚的这个一个条款呢，就不要准备把我们赶走。赶走呢，当然没有自己走出来的比较有尊严嘛。所以我们那时候不得已才退出，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守住汉贼不两立才硬留在最后1分钟，留在1分钟没有好处，一定被赶走很难干。那么非洲呢，那个时候呢，可以说是那个时候呢，中国大陆当然也没有能力去干涉人家内政，所以他就讲得很漂亮。现在呢，你做不干涉内政，可能不容易做到。万一哪些国家，比如说马拉维跟我们断交之后，他的艾滋病人口增加了，台湾他可能会怀念台湾的在马拉维的时代，可能对他们医疗有很多的贡献。那么说不定哪天要跟我们打交道了，那中共会不干涉吗？即使不是政治上的建交，他也会干涉啊。所以说现在要做到完全不干涉也不容易。何况呢，这个美国认为呢，中国大陆在里面经营花那么多钱经营，目的何在？目的在掠夺式经济，它是掠夺他们的资源。包括矿场，包括能源，这个是他大陆需要的，所以说这里来看呢，非洲国家也现在是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现在是好像是那个分久必合了，只剩下一个这个斯瓦蒂尼那么但是呢，这些国家会不会有离心离德呢？要看，虽然600亿美元撒下去，但有些国家这个利益不见得是均等的，有些国家多一点，有些国家少一点，那看大陆的需求嘛。那么就是那些国家能够自主的部分是有限的，所以说等到喝酒之后，会不会有必分的那种情况，也未必不会出现。何况呢，这个当然我们这边也是有问题的，比如我们对斯瓦蒂尼特别看重，要把外交预算提高到很多，等于听说总额超过了中南美洲的这个友邦的这个钱，那当然会让中南美洲国家也不高兴。难道斯瓦蒂尼一个国家都那么值得吗？那值那么多钱吗？我们就不值钱？所以他们也会产生问题。所以说双方现在的外交战跟以前的外交战不一样。以前我们是可以你来我往，你挖我3个，我可能也挖你2个，现在呢，我们只能防卫性的，防卫性外交，防卫性的外交，就是说我们尽量不让你，比如说非洲的最后据点挖走，这个是我们的一种做法。但是我们要有侵略式的那个外交的，也可能也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能力。有没有这个陈水扁时期都已经证明这个烽火外交是失败的，因为最后还是中共多挖了我们一点。那么马英九时期的外交休兵是好的，当时民进党抨击为外交休克，但现在你看。非洲只剩下1个，在2年多之内呢，我们丢掉了甘比亚。甘比亚本来是在马英九时期大陆至少不跟他建交，直到最后2个月才建交。那么另外还有圣普林西比，还有这个布基纳法索，这连下3城。那么当然剩下最后1城，所以说王毅喊出口号就是。非洲全家福，本来当然是在这个全家福那个他们中非论坛的开会的前后，希望能够达到目标，但是现在斯瓦蒂尼似乎不为所动。那么我们要看看这个大家呢，在这个外交保卫战，我们能够做到多少？当然，这个中国这一次在这个中非论坛的全家福没有达成，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史瓦蒂尼，为什么会对台湾这么的？坚定的支持，尤其是当看到周边国家可能都有中国资金进来有发展的时候，为什么这样一个小国家、一个王国还有办法这样子？第一个理由是斯瓦蒂尼跟我们有50年的邦交，快到51年了。可是之前那个当然也有人更多的60年都有巴拿马，这是一个。但是我们对斯瓦蒂尼的也确实不错。第3个最重要的理由，我认为他们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反而好。
是民主国家它有政党轮替啊。那轮替一换了政党，这原来的政党即使跟我们不错，但是换了政党也可能变色，所以这个是斯瓦蒂尼是一个国王制。这次呢，听说他没有去参加中非论坛，照理说中非论坛根本不可能邀请他，因为他中非论坛有个内规，就是你没有跟我邦交，我是不会邀请你的。那么但是呢，可能中国大陆要准备对斯瓦蒂尼这个特别笼络，想给他邀请函，结果斯瓦蒂尼这个国王呢，他不去。因为他这几天呢，正要选妃，每一年他都要在这个时期选妃，所以这是个很好的理由。那么中非论坛假设明年仍然碰在一起，他又可以用选妃的名义，所以中非论坛就是要往前挪，要就往后移，看看能不能让他不在选妃的日子，他找不到什么很好的理由。当然，这个是这个中共看跟那个斯瓦蒂尼之间的一个外交战呢，斯瓦蒂尼还建议中共不要跟我打心理战。是，那么这里面显示出斯瓦蒂尼对我们的邦交还蛮好的，而且还说，他不会因为中国的引诱而这个中国大陆引诱而出卖国家、出卖灵魂，对，这个点对我们来讲当然讲得很贴心但是呢，我们要守也很，可见我们花那么多钱去守，等于是预算超过了中南美的邦交国，显然是我们也很紧张，也不希望丢掉非洲的最后一块的这个根据地是，这么看这个，尤其是我们说这个史瓦蒂尼现在就是中华民国在非洲的最后一道马奇诺防线了。老师，那您评估一下这个马奇诺防线什么时候被突破？我是外交部的话，绝对不会用马奇诺防线来形容，因为马奇诺是被攻克的、攻陷的。法国当时要守住德国，就用马奇诺防线，但德国根本不需要靠你也不用攻打你马奇诺防线，从别地方就给突破，很容易突破了。他后来他从比利时进军所以说法国就很容易被突破。那么所以说这个现在来讲呢，我觉得斯瓦蒂尼呢，他要守，我们还是要加强双方的个人关系，因为他是个君主制度，从他的领导者下手，从他的国家的元首来着手，因为他的总理呢，或者是那个首相呢，不见得像别的国家一样会因为政党轮替而这个出点子，他们是国王说了就算，所以我们这个家族上面拉拢的话，我们还是可以保住最后一块这个外交据点。对，所以说你觉得，所以说近几年来讲，他的失守机会不太高。在短期内我看不出有太大变化，所以说目前来讲呢，因为挺过了这一次呢，让这个中国大陆的非洲全家福破局所以我们认为未来还有机会守住，何况我们给他那么多的援助应该会让斯瓦蒂尼的从国王到人民都会感激。老师，另外我们来看到，就是说，因为尤其是这个近来我国邦交国常被中共那边不断的挖去，那现在就是这几天有美国参议员就提案这个台北法案，他是希望能够帮我们坚守他的邦交国，然后希望能够因为这些做这些邦交国对台湾不利的话呢，或是断交的行动的话，美国国务院有权利可以去停止对这些国家的援助，或者是降低他们的关系，降低他们的关系。老师，你认为这样的一个法案，当然它现在还在国会，还没到一个通过的阶段，那现在在国会，那你觉得这个法案来讲，对台湾来讲是好还是坏？还是说会像是说国防授权法或台旅法一样，就有时候口惠而实不至？国防授权法、台旅法呢，虽然目前来看是主动权掌握在川普总统手上，是总统说了算，要做到什么程度也是总统说了算，国务院呢只是配合单位。那么现在呢，这个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台北法呢，那么我认为呢，很容易通过，因为国会这边有台的法案都很容易通过。通过之后能不能做到？像国防授权法或者里面的修正案呐，或者帮助台湾呢，这个加强军备、加强后备军人的这个不对称作战的能力等等。那么这些是看川普要不要做，当然我们自己也可以做一点努力。但是台北法呢，却不是美国国务院或者白宫说了就算的。是因为你看当年巴拿马，美国是后院中的后院。对。巴拿马整个中美洲加勒比海都是后院，但巴拿马呢，尤其是后院的后院。美国总统呢，老布希可以派军长驱直入巴拿马首都，把那个诺瑞嘎总统逮捕归案，就是把他送回到佛罗里达的监狱，说他是贩毒。其实诺瑞嘎根本就是美国 CIA 训练的，是不要忘了老布希也做过 CIA 局长，中央中情局局长，所以说美国人把他当作后院中人员，说逮就逮，说逮人就逮人。让巴拿马一点没话讲，国际上也几乎没有人敢谴责。
这是一个国际现实嘛。美国是美国的后院，但现在巴拿马已经不听美国的话了。是本来美国可以这个要求巴拿马怎么样，不跟中国大陆建交，现在根本说不上话。你看历任的几个总统，老布希、克林顿、小布希，那么美国在中美洲影响力越来越大，而中美洲反美的势力越来越高。虽然美国在中美洲、南美洲还是有一些情报上的部件了，但是呢，要想说到当年那样的美国说了算 ，OAS 就是美洲国家组织都能配合这种情况，已经回不去了。是，所以说像这个台北法案，这个法案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但是它可能也没办法，也做不到像当年这么 power 了。而且这些国家并不是那么依赖美国了，因为它经过那么多年的反美，很多国家已经自己找到就是后台了。有些是俄罗斯，有些是中国大陆，而美国的援助呢是又非常有限，而且这些国家呢也通常不太需要美国高度精密的武器系统。这些国家都是叛军最多，叛军呢最多用那种螺旋桨飞机就可以制服掉了，不需要像美国的什么 F-16、18啦、那种好飞机所以包括什么经济，它也可能不太需要，军事也不需要，军事也不太需要，就文化上也不见慢慢脱离美国。然后最近这个中国在这块侵略也很强，所以说就基本上来讲，已经不像美国不像以前可以美国随便到后院打小孩这样。